Hello， 大家好，歡迎嚟到移居祖國遊記，我係光頭師兄。我係 Linda。哇，又落雨，我哋離開咗樂山啦。啊樂山嗰度呢，本來呢仲有個峨眉山要去嘅，又係落雨咯。又係因為落雨，咁啊不停咁落幾日雨，未來幾日都，唉咁啊算啦，咁啊其實落去乜踩去重慶，都睇唔到啊。咁啊係啊，基本上去都冇意思啦。咁呢，依家呢嚟呢度重慶嘅大足區。呢個咧係石窟，睇石窟，石刻石刻。啊，咁咧就又係佛像嗰啲嘢啦。係啊，咁咧就但係都好似比號稱大嘅喎。係啊，號稱第八，即係八大嘅石窟嚟㗎。係。咁至於你話收費各樣，未知，啱啱到門口，依家過去睇下咩環境先。好，跟住再同大家分享下。啊好啦，入咗嚟83蚊買。連埋來回嘅觀光車。如果喺美團買咧就平7蚊，7蚊。不過要等1個鐘頭後先可以講翻啲票。咁如果大家提早買咧，就可以慳翻7蚊雞一個。係啦。咁我哋買83啦，即刻入嚟。咁啊，連埋83蚊係連埋擺渡車噶啦。咁一程旅遊巴，咁啊10分鐘到嘅啫。咁啊跟住上到嚟呢度咧就行過呢條橋，呢條橋之後咧就坐電瓶車啦。嗱，呢度寫住啦，寶頂山。天下大足啊！呢度係叫大足啊！呢個重慶市嘅大足，郊外啊正宗。哦，穿過咗呢個天下大足，跟住就過嚟搭電瓶車。哇！其實佢呢啲就係呢啲石頭嗰度黑嘢啊！呢嚿當然冇蝦啊！一陣間全部都係睇呢啲石啊！咁如果來回即係一共4程車喎，多15蚊，抵玩啦！門票都113、115嘅本來，咁啊加擺渡車啊，多15蚊。好啦，電瓶車又坐咗一程啦，幾分鐘，咁啊正式開始行咯喎。咁啊，我哋冇問到行幾遠㗎。行幾耐㗎？你有冇問啊？冇喎，唉，都唔係好耐啫。係啊，不過說實話喎，15蚊嗬。咁你話，如果全程行唔係車飛4公里，如果好天都 OK 嘅，你都明白。當行山係啊，當行山啫嘛。因為我哋坐擺渡車嗰度，一路都係啲路都幾靚嘅，咁啊又有啲河流啊，有啲橋啊，嗰啲小橋流水咁上下嘅嘢啦，小嚟之就。咦？呢個咩啊？係咪下載就可以有講解啊？數碼即聽喎。係啊。都要俾錢嘅咩？呢啲？我睇咗介紹啊。係咪睇咗介紹？25蚊。哦，即係咁樣數一數咁啊，俾25蚊。嗱，15蚊啊。15蚊就可以聽佢講解。俾啊！啊，俾啊！15蚊咪聽下咯。哦，即係兜個圈喎。嗰度啊寫住景區出口喎。我哋喺呢度上，咁即係跨個圈，睇下呢個圈有幾大先。北山就平少少，就門票70嘅啫。咁咧就問過當地人，咁佢哋一般都係去寶頂山。因為呢邊多石刻多啲嘅。朋友們說起石刻藝術，很多人可能第一時間會想到敦煌莫高窟、洛陽龍門石窟、但渣門重慶的大足石刻，同樣有着深厚的歷史底蘊和極高的藝術價值，卻常常被大家忽略。今天我就帶大家走進大足石刻，去探尋它背後的故事。大足石刻位於重慶市大足區境內。它可不是一座單一的石窟，而是大足區境內74樹5萬餘專宗教石刻造像的總稱。這些石刻造像始建於初唐永徽年間，歷經5代盛於兩宋，如水延至明清前後，延續了1000多年，就像一部跨越1000年的歷史畫卷，徐徐展現在我們眼前。在唐朝時期，佛教在中國廣泛傳播，大足地區的石刻藝術也開始萌芽。初唐的大足石刻造像受中原佛教藝術風格的影響，造型較為簡單古樸，比如一些佛像面容端莊，線條簡潔流暢，
就像是剛剛學會畫畫的孩童，雖然技法還不夠成熟，但已經展現出了獨特的魅力。這一時期的造像大多是一些小型的佛龕和佛像，分佈在大竹的一些山間角落。到了五代十國時期，社會動盪不安，但大竹地區相對穩定，石刻藝術也得到了一定的發展。這一時期的造像在風格上逐漸擺脫了初唐的簡單和古樸，開始注重細節的刻畫。佛像的服飾配飾更加精美，表情也更加生動，就好像一個人開始注重自己的穿着打扮，變得更加精緻起來。不過由於這一時期時間較短，大竹石刻在這一階段的發展並沒有形成大規模的造像群。兩宋時期可以說是大竹石刻的黃金時代。這一時期佛教、道教、儒教三教融合的思想盛行，大竹石刻也充分體現了這一特點。石刻造像不僅數量眾多，而且題材廣泛，技藝精湛。寶頂山石刻和北山石刻是這一時期的代表作品。寶頂山石刻是南宋名僧趙志鳳主持營建的大型佛教密宗道場，這裏的造像以大佛灣和小佛灣為中心，形成了一個龐大的宗教藝術體系。其中最著名的當屬千手觀音造像，這尊觀音像有1007隻手，每隻手的姿態都各不相同，或持法器或結手印，就像夜空中閃爍的繁星，讓人眼花繚亂。而且每隻手都雕刻得栩栩如生，仿佛真的具有靈性一般。還有6道輪迴圖，它形象地展示了佛教的因果報應和輪迴思想。畫面中閻王正在審判眾生，不同的人根據自己生前的善惡行為，被分配到不同的輪迴道中。這就像是一個現實生活中的成績單，時刻提醒着人們要多做善事。北山石刻則以其細膩的雕刻和精美的造像而聞名，這裏的佛像造型優美，表情豐富，尤其是那些菩薩像，身姿拿，面容慈祥，就像一個個美麗的仙女下凡。比如索珠手觀音，她手持索珠，姿態優雅，眼神溫柔，仿佛在默默地傾聽着人們的心聲。北山石刻的雕刻技藝非常高超，工匠們運用了圓雕、浮雕、透雕等多種技法，將石頭變成了一件件精美的藝術品。除了佛教造像，大竹石刻中還有一些道教和儒教的造像，比如南山石刻，它是一處以道教造像為主的石刻群。這裏的造像有三清古洞、后土聖母龕等，展現了道教的神仙體系和信仰文化。而石門山石刻則融合了佛教、道教和儒教的造像，體現了三教合一的思想。這就好比一個大家庭，不同的成員雖然有着不同的信仰和文化，但卻和諧地生活在一起。明清時期大竹石刻的發展逐漸走向衰落，雖然也有一些新的造像出現，但無論是規模還是藝術水平，都無法與唐宋時期相比。不過這些明清時期的造像也為我們了解當時的社會文化和宗教信仰提供了重要的資料。大竹石刻不僅是一座藝術寶庫，更是一部生動的歷史教科書。它見證了中國古代宗教文化的發展和演變，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生活和人們的思想觀念。通過這些石刻造像，我們可以了解到古代工匠們的高超技藝和智慧，也可以感受到他們對宗教的虔誠和對美好生活的向往。朋友們，聽完我對大竹石刻歷史底蘊的介紹，你們是不是對它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呢？如果你有機會去重慶，一定要去大竹石刻看看，親身感受一下它的魅力。你們覺得大竹石刻最吸引你的是哪一點呢？是精美的造像，還是深厚的歷史文化？歡迎在評論區留言分享。聖壽寺香火都幾旺嘅，好，上去拜一拜先。好啦，大竹石刻啦，睇完啦。喂，83蚊我啊覺得幾唔錯喎。係啊，
其實保留得幾好嘅。係啊，真係保留得幾好啊！即係唔會話啊，因為文化大革命整爛咗好多啊嘛，哇，都真係靚。咁啊88年歷史哦。咁啊起程啦，我哋啊撇啦，去呢個重慶市噶咯喎。好，我哋上高速。上高速去重慶市，好近嘅，1個零鐘頭車。好啦，呢集分享嚟到呢度，我哋下集見，拜拜。拜拜。